咱台湾是亚洲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，因为泰国其实伫咧2001年就开始咧争取合法的同婚，一直到2022年才通过婚姻平等法这个法案。今年3月，众议院嘛通过同婚合法化的草案，所以来就等参议院来投票。若是通过，泰国就是东南亚头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。 一个伫头仔门边压花，另外一个坐伫碰椅看册，有时开讲几句，看起来是上界正常自然的家庭生活。碧瑶甲安这对泰国伴侣已经交往4年啊，有要共同度过一生的这个打算。也若泰国国会有希望伫最近通过同婚法案，互伊充满希望，希望这立法了后，当这族群生活会用更加有保障。 แล้วก็บิวเห็นคู่หลายคู่ที่อยู่ในภาวะจะเขาเรียกกึ่ง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ตัดสินใจในชีวิตได้แล้วก็มันต้องมีคนที่สามารถตัดสินใจในชีวิตได้จะเป็นลูกหรือไม่ก็คู่สมรสที่มีทะเบียนสมรส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ค่ะ 甲其他亚洲国家来比较，泰国社会对了 LGBT 族群较优先。不过，伫实际上法律层面，亲像已经结婚的族群报税，也是有伴侣签署医疗同意书等，依然是无啥顺利。尽管上早伫2001年就官员开始来推动这同婚，不过近年来才看到这希望。 去年国会大选期间，当时的主要在野政党拢对同婚表达支持。为泰党处理政权了后，现任总理赛塔也讲，将同婚列入重点推动的项目。今年3月，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同婚法案。参议院是伫4月一读过关，18月进行2读甲3读。若顺利通过，泰国正是东南亚头一个，也是亚洲第3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。 พอกฎหมายออกเราก็จะไปจดทะเบียนกันค่ะ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เราก็รอคอยมานานเนาะแล้วก็คิดว่าจะจัดการเรื่องต่างๆในชีวิตได้ง่ายขึ้น 一旦同婚法案通过，会赴泰国同性伴侣民法所响应为已经结婚的权利，像继承甲收养子女。不过专家员指出，由现行法律对着父母这个名词解释，并无适用同性伴侣。未来在同志收养子女议题上，也有真侪问题需要解决。公视新闻杨岩编译。